非常高兴能在粤剧118周年生日之际，这个特别难忘的日子里，来到老师的家乡，而且我还带着袁雪芬老师的在传弟子徐小飞、于景兰、邵梦兰，来到了老师的故居落成仪式。在此，我向所有关心、支持和帮助这个项目的领导朋友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。老师的故居是老师艺术生涯的起点，有难忘的时刻，承载着家乡父老乡亲们的爱。今天老师的故居落成了，我感到无比的激动和欣慰。我相信故居不仅仅是一个纪念地，也是一个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地方。袁老师是粤剧的骄傲，也是嵊州的女儿，更是中国戏剧界的骄傲。我们的粤剧人都把嵊州当作是自己的娘家。袁老师故居的落成，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他的艺术成就，同时也可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更多的思路和启示。最后，再次感谢领导朋友们爱粤人，表示最诚挚的感谢。我会沿着老师的艺术道路走下去，传承好，发扬好老师的精神，永存。谢谢方亚芬老师，也希望我们无论是原派弟子还是各位粤剧名家，我们粤剧界的艺人们能够多回我们娘家来看一看，感谢大家。